放樣收看客家名錄學界，每日的行業新聞，客家委員會老全台14人市政府強下辦理通法字法通，4月9號在台北嘅國立台灣博物館南門館舉辦2025通法字啟動記者會，由客委會主任委員顧秀輝老人市政府代表在北部客家八丁灘古樂演奏老廟烈回風湖灘跳舞下，為通法字起鼓。古處為到場大家行業展覽欣賞通法，有了客莊，定義是通法老客家促進故事嘅同時，未做得欣賞展覽美學，體會老自然共生探高潤熟嘅意義。客委會對2022年提示舉辦通法字，導進基金行高藝術展演。古處為表示，有通提頭擺客家促進嘅重要經濟作物，睇能時代變遷，一下基金係國內旅遊觀光界嘅重要來源。客委會透過推動通法字，作為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嘅目標之一。按照以來，當年嘅4到5月，都為社將台灣嘅民眾到山下來上通法，在台灣講到通法字，就會上到客家，佢係最先本客家受到大家認同嘅第一個法通。以上係客家名錄學人嘅報道。接下來會教大家基本一個每日嘅行業就係山啊。初半日到山下欣賞通法，初半日到山下欣賞通法，你學會嗎？下禮拜講來了。